根據上新的統計發現，最近5年，這女性甲卵子性冷凍起來人數是加碼3成。不過現有的人工生殖法是愛限定愛有隔尪的，才會當做人工生殖。就有這獨身的女性走去美國做試管嬰兒，開超過140萬，才把囡仔生落來。台灣人普遍萬婚萬生，不少女性提早冷凍卵，為未來保留生囡仔機會。一直仰望有囡仔王小姐33歲時陣冷凍卵，所以因為無甲查甫朋友結婚，因為國內法規限制愛護異性配偶將進行人工生殖，只好將冷凍的卵送到美國接受試管嬰兒療程，開超過140萬，總算在今年生一個寶貝查某囝。台灣的那個成功率那麼好，然後價格也非常合理啊，結果他必須花5倍的錢到國外去，這有點 ridiculous。王小姐迄個唔是少數個案，根據國內生殖中心統計，最近5年冷凍卵人數成長將近3成，主要集中在31到35歲，去年35歲以下佔比達到6成。現時女性已經將這看作是生育保存計劃之一。因為35歲開始下降，那個下滑 quality， 啊，40歲就是更糟糕，所以現在我覺得女性有共識，她們也會在35歲以前，假如還沒有對象，先動起來。為了幫助許多想要生育的單身女性或者是女同志伴侶，我們認為人工生殖法應該要盡快修法，然後擴大它的適用對象。國建署指出，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審議，其中行政院版本將代理孕婦脫鈎處理，受訴對象也為即馬不認證異性戀翁某擴大到至未婚加同婚女性。立法院也開始在1月8號的時候就進行了條文的逐條審查。那目前的話，後續的話就要看這個修法的進度。專家甲婦女團體攏強調，台灣面對少子化危機，人工生殖法要趕緊頒令，各呼籲立法院趕緊展開審議，唔通讓女性有限的生囡仔年歲，在等大家跨國走廊內底白白流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